来继续来看这个台中举办着耶诞嘉年华的活动，伫个立川河畔看真济耶诞灯，也毋过有民众发现，伫这个真水的耶诞灯的边啊，出现着大量冰白的死鱼啊，阁会当闻着臭味，实在互人气无歹。啊，这个市府的水利局赶紧派人去查看。 确认这个水质甲水量拢正常，耶诞灯嘛无漏电，讲应该就是这几天伤寒咯，鱼啊去寒死咯。哇，躺着睡觉了啊！ 佮那只鱼冰都浮伫水面，甚至佮有鱼看伫石头顶。大批游客伫咧昨暝平安夜来到台中立川欣赏耶诞嘉年华的灯塔，看到大量死鱼浮伫水面，是拢讲气。当然是觉得，很煞风景，但是看得心里也不舒服。应该是有那个，是不是家庭的废水排出来？ 民众专工来看灯，煞拄到一大堆死鱼啊，浮伫耶诞灯塔边啊。那冰岛边啊，阁有袂少漂流物。啊，那常常出现大量死鱼啊的原因，市府水利局初步调查，水内底散数符合标准，耶诞电火嘛拢无漏电，可能是这几天低温14到16度之间，天气伤寒，致使鱼啊放冻死。 清洁人员浸伫水里，沿水路来来回回用网啊护死鱼啊。总管啊拿数量阁袂少，敢若会当趁日时赶紧处理，要幸福民众一个清气的赏灯环境。毕竟拄着耶诞跨年假期，国内外游客拢真济，水当当的灯塔煞出现大量死鱼啊冰岛，难免会互游客感觉恶作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